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今天呢，我收到了来自广西柳州融水的一套苗族衣服，是一个特别爱画画的苗族姑娘寄来的。那我们今天录一个开箱视频，来尝试挑战一下柳州融水的苗族造型。先打开一下，哇，一上来就是这个特别漂亮的这个花飘带，这个是广西那一带的苗族特有的一种刺绣风格。这个呢好像是衣服，还有这个红色的，一会儿打开看一下。哇，这是他们的上衣外套哦，这个是一个绑腿。2套绑腿，小姐姐太贴心了。哇，这个是他们假发的一个假刘海。噔噔噔噔，这个是模仿我们古代的那种有点像唐风的那种头发，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它是堆上去的这种饱满的，这种呢就是压下来的，作为一个我们那个发尖的一个基底。哇，太美了！这个我们的银饰是插在这个头尖上的。这是我们的银项圈。然后这个是银发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尾部小姐姐亲手做的这个簪花，手工制作的特别精美。还有一个小簪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有点像蝴蝶簪，但是呢它上面的元素我有点做了一点改良，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哇，这个就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头饰尖尖帽，有的人说他们是粽子造型，但是这是用我们以前苗族的那种盘发一步步演变而来，然后呢越堆越高，就变成这种三角形的形状。据说古代的那个苗族女王用的就是这种尖角帽，然后呢后来苗族人为了纪念这个为了挽救民族牺牲的女王，就做了这种高高的这个尖角帽来纪念我们的女王。这个就是他们最美的这个花衣外套。这个好像是有点结合了那种那个杜甫的那种造型，就是油光，这种油光呢是一点点手工做出来的，这种亮面特别的精美。这个就是他们的短裙啦。传说以前呢，这种带点百褶裙百褶裙有很多种大褶、小褶，然后这种细细的褶子，你们看一下，你们是不是特别像那种芭蕉叶的那种纹理？那传说以前古代的那个就是苗族人的祖先呢，他们是用那种植物来穿戴在身上。那这种细密的纹理呢，也是表达对祖先曾经所穿戴过的那种造型啊，或者说那种服饰的一种传承继承，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呢，我们正式的来一件一件的穿上来，看看这个造型的制作穿搭过程有多复杂啊！先来穿这个裙子，他们的裙子做比边，因为他们的衣服不像西部苗族，他们的上边的衣服要卡在下面的裙子里，他这种呢是上面的衣服罩住下面的裙子，所以穿搭的顺序应该是先穿裙子。噔噔噔，这个百褶裙已经穿好了，那这个褶子呢就有了很好的优势，可以很好的延展开来，能够穿得很少女感。这个花飘带呢，在我们的中国方言或者说在百鸟衣之系呢，它们是一个就是苗族的刺绣飘带。那现在呢，这个刺绣飘带呢就变成了他们这种做了一个稍微做了一点减法就是变成了2侧我特别研究过这个，好像就是他们这个支系是专门在2侧弄花飘带。那在我们的西部苗族呢，是前面有一个围腰，后面有一个小尾巴，所以呢每一个支系的苗族服饰的穿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哦。把它调整到2边。这个上衣的外套。这个外套呢，因为是这个非常亮面的这种油布然后呢所以穿起来就很有这种立体感。然后卡了个蝴蝶结。脖甲。研究了半天，原来这个是套上去做一个固定作用的。以前我们苗族的这个绑脚呢，它既有一种装饰性和美观性，也有保暖性。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苗族人在深山老林里面去行走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止荆棘蛇虫咬伤的一个功能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戴上这个我们的苗族的这个头套。这个头套呢，需要盘上特定的这个发型才能够把它戴上去准备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们请上我们专业的发型师来做这个造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忘记穿这个他们这个特制的这种肚兜。以前苗族人呢，他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前部的一个装饰，所以为了严谨起见，必须把这个肚兜给穿上。Round 2。那先给它盘一个头发的底座，然后后面呢，我把这个东西给套上去。应该要往下去一点点，可以用大花来挡住这个。这个是放在尾部的，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就是他们的这个衣服上，女孩子的衣服上有这个字儿，有这个媚，有这个艳，还有这个丽，它这些字都是对女孩子的一种美好美丽的一种祝福。来看看最终成片效果吧。